台资新竹音乐季将伫咧台南登场。日前，台积电文教基金会甲 NSO 市府文化局特别来到台南市永和国小，由指挥亲自带领台南永和国小管弦乐团演出，为活动做宣传。这个节目是属于台积新竹艺术季的系列节目。那每一年，新竹艺术季是在3个地区举办，包含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。那今年在台南的音乐会主要是以教育推广为主，所以我们以这样的一个讲座音乐会，希望透过很精致的音乐上面的演出，以及指挥吴耀宇的讲解，让我们的下一代可以更了解音乐的美。台积新竹音乐季举办到今已经20档，一直以来拢咧为台湾的艺文注入能量。今年以咏叹青春为主题，希望借着艺术季的展览平台，提供青年艺术家发挥的舞台，同时也加入侪场的教育活动，让艺术教育会当持续向下扎根。然后这次的音乐会很有意义的地方，就是说不是只是一场单独的音乐会，然后还有很多的教育的意义，所以也特别配合办了我们的大师班，然后相关的讲座，然后也还跟我们永福国小的管弦乐团一起合作演出，所以非常值得我们民众的期待。那希望在5月28号能够来到台南文化中心观赏这场非常精彩的演出。音乐会将伫咧5月28号举行，安排侪位音乐家以一系列名曲引领大家来探索孟德尔颂。主办单位也免费提供800个座位，让台南的学生欣赏。台南新闻杨创怀采访报道。